好，大家好，又嚟到今日最後一位業務演講嘅會友啦。我會咁形容佢高傲，但係集心人口；佢低調，但係受萬人敬仰。佢就係全 Infinity 甚至全香港 BNI 唯一一個，亦係我哋今屆嘅主席，城市規劃師 Kenneth Chan。Stanley 佢介紹我出嚟啦嚇，今日比平時緊張，因為今日有爹哋媽咪喺度，所以我要好緊張啦嚇。好業務簡介，咁啊今次應該係我第6次做業務簡介㗎啦。好，下版。呢個就係小弟公司嘅 Facebook account 啦，同埋 LinkedIn account，咁都希望大家咧 scan 個 QR code，同埋咧去了解下我哋公司究竟係做啲咩業務嘅。好啦，咁我公司叫思進顧問有限公司啦，我哋係一間咧提供呢個專業嘅城市規劃啦、土地行政啦、發展可行性研究啦，同埋項目管理嘅一間香港顧問公司。咁點解叫思進咧？就係有2個字組成啦，思就即係思你所想，進咧即係盡心服務咁解。咁我哋希望咧，我哋提供嘅每一個城市規劃嘅方案啦，或者係物業改造嘅方案咧，都係可行性啦、具生命力啦，同埋具欣賞價值啦，同埋可持續咁樣去發展嘅。好啦，有好多人問我規劃師究竟你係做啲咩嘢咧？其實簡單嚟講，規劃師嘅工作咧就係一個城市嘅醫生啦，可以咁樣講。咁我哋咧主要都係幫啲土地咧進行一啲更改土地用途啦，同埋提高啲發展嘅指引啦。又或者係我哋決定咧社區土地啊或者資源啊點樣去最佳咁樣去利用啦，同埋咧我哋會促進一啲合適嘅發展啦，同埋舊區嘅重建嘅，同埋咧我哋透過規劃申請啦，去幫客戶攞呢個規劃許可，令到佢哋嘅土地物業咧可以升值，同埋更有效咁樣去利用嘅。咁其實城市規劃咧，其實涉及個範疇可以好廣泛，包括係旅遊發展啦、災難性嘅防治啦、創新科技啦、旅遊發展啦、建築設計啦、城市改造啦、社區設施咧等等，數之不盡。所以頭先我講話，城市規劃師咧基本上就係一個城市嘅醫生嚟嘅。咁我哋主要嘅工作咧就係遞交規劃申請啦。去幫我哋嘅客戶咧去做一啲更改土地用途嘅一啲申請嘅，咁我哋成日都會撰寫呢啲咁嘅規劃報告書啦，去呈交俾唔同政府去審批。好啦，咁我哋嘅工作咧其實係一個類似協調員咁嘅角色嘅，我哋就係喺客戶嘅中間啦、發展商嘅中間啦、政府嘅中間啦，同埋一啲持份者嘅中間。我哋咧係透過協調嘅工作咧，希望能夠將啲規劃申請咧能夠咧係獲得審批嘅。好啦，咁點解要揾 Kenneth Chan 咧？或者點解要揾思進顧問有限公司去做嘢咧？咁因為其實咧市場上邊有30幾間嘅規劃師樓，咁係我哋呢一間咧，其實係真真正正咧由一個城市規劃師一個考到牌嘅一個城市規劃師咧。去做呢間公司嘅 Managing Director 嘅。咁除此之外咧，除咗有好多一啲認證之外咧，咁最重要啦就係我係 BNI Infinity 嘅6年會友啦，而且6年裏邊咧都係一個綠燈嘅會友嚟嘅。咁亦都係現屆嘅主席啦，亦都擔當過第16屆嘅 NEC 統籌啦，做咗 N 咁多屆嘅 NC 實冚啦，同埋做咗2屆 REACH 實冚嘅。咁代表乜嘢啊？代表喺 BNI 裏邊好好付出咯。咁同埋咧，我係 BNI 裏邊唯一一個註冊嘅城市規劃師啦，甚至乎咧係一個土地行政師，加埋一個 certified 嘅 ESG planner， 我係3C 合嘅。好啦，咁我喺呢行咧就做咗23年啦。咁我係2002年咧就喺英國讀完書翻嚟。咁一路做啦，做到而家咧都冇轉過行嘅，都係圍繞翻城市規劃呢一行。咁參與過個 project 咧超過250宗啦。咁一向以嚟咧都係做一啲法定法規嘅一啲申請啦，更改土地用途啦，更改契約嘅用途啦，發展可行性研究啦，城市設計啦，土地投資等等嘅。
咁啊，以下就我哋客戶啦，大部分都係發展商啦，同埋一啲家族嘅生意啦，或者係一啲大專院校或者 NGO 等等。咁多謝阿 K 啦，咁每一次我都要講嘅，多謝阿 K 啦，因為阿 K 呢間公司咧，幫我哋攞到3張嘅認證，包括就係 ISO 9001啦，ISO 嘅14001啦，同埋 ESG 嘅認證嘅。咁就係因為我攞住呢3張紙咧，我就可以去啲比較大嘅 NGO 咧做我哋採購嘅入到位啦。好啦，除此之外咧，最重要就係我哋公司咧係入咗喺呢個土木工程署咧嗰個政府採購商裏邊嘅。咁我哋公司咧係現時5間採購商裏邊咧係其中1間嚟嘅。好啦，工作經驗咁啊過去咧23年啦。咁啊，真係做過好多大大小小嘅 project 啦，不論係臨時性或者永久性啦。譬如一啲大專院校嘅擴建啊、骨灰龕啊、老人院啊、過渡性房屋啊、工廈嘅改建啊、住宅啊、一啲康樂用途啊、一啲大型嘅社區中心嘅擴建啊，又或者係啲大型嘅一啲城市規劃發展嘅研究啊、動倉等等。好啦，咁藉助呢個北部都會區嘅機遇咧，其實我哋公司咧都幫好多投資者啦，或者係發展商咧做緊一啲迷你版嘅一啲研究嘅。咁其實目的咧都係睇下新界啲咩土地咧係值得開發，從而咧可以幫我哋啲發展商同埋客戶咧可以將佢啲地皮咧升值同埋更有效咁樣去利用我哋土地嘅。好啦，咁最後啦，咁我需要嘅夢想引薦咧就係一啲中小型嘅發展商啦、房地產基金啦，同埋一啲地主嘅。咁其他重要嘅引薦咧，包括就係建築師、測量師同埋工程師啦、老人院嘅經營者或者投資者啦，同埋咧去尋找項目發展嘅一啲慈善機構。好啦，咁以下就係我個人嘅 LinkedIn 啦，咁都希望你能夠加入成為我哋嘅一份子啦。咁喺呢度咧，再次多謝我爸爸媽媽啦，因為其實過去嗰20幾年咧，其實爸爸媽媽都唔係好清楚究竟我做啲咩嘢。咁佢成日問我喂，城市規劃你係做啲咩嘢㗎咁樣。咁我希望今日咧就好概括咁樣去介紹翻，其實我公司係做啲咩啦，其實你個仔係做啲咩嘢啦。咁多謝你嘅支持，多謝。